日本网界作品预言讲，7月初5会发生大地震哦。唔那日本，佮影响到台湾甲菲律宾，是互民众真惊吓。尤其是香港的旅客去日本旅游的订单减少要5成。也毋过有真济专家学者是讲哦，科学嘛无法度准确来预测地震，所以有民众都唔通伤紧张。 日本网架我所看到的未来摆伫咧架顶，边仔也阁写着标语讲：虽然你敢要相信，因为这本网架有缘伫7月初5透早4点18分，伫日本南边的太平洋会发生海底火山爆发、加大海啸等大灾难，而且会影响到日本、台湾加菲律宾。和附近地区去日本旅游的人数规个降落来。路透社报道，日本伫4月旅客人数有390万人。 因过受到这本网架影响，5月旅客人数规个搬来，尤其是来自香港的旅客人数减11%。香港的旅行社讲，去日本旅游的订单直接减一半，只好靠降价加旅游平衡险，才勉强将这个巴士停落来。航空公司也受影響，盡量避免喺7月、8月呢個時間去日本咯。咁可能盡量會 delay 我嘅 trip 啊，可能9月啊。Right now is the best time for me to travel for my job, so that's why we're here right now. 真侪人会相信日本网架画家龙树亮伊的预言，是因为伊伫1994年到1998年出版的内容，迄当阵就有讲，2011年3月会发生大规模的地震，就甲迄当阵发生的3.1个地震时间正大。虽然龙树亮讲，这只是伊的梦，而且伊也毋是预言家，但是这本网架效应一直伫咧社群媒体传。就专家出来讲，就算是科学预测，拢无法度遮尔準。 更加何況是網架。地震が予知ができるという3つの条件があります。1つは、いつ、2つ目はどこで、3つ目はどの規模で、この3つを特定することが予知の条件ですけれども、今の科学技術におきましては、その3つ、いわゆる地震予知はできませんので、今、巷でいろいろお話しされている話がありますけど、それはデマです。 最近伫咧日本九州南边的外海发生真侪小规模的地震，互民众真惊吓。东京大学的教授也在强调，只敢用淡薄仔证据就讲会发生大地震，是真罕古的代志。因过去日本的旅客明显减少，香港属计航空、大湾区航空伫最近就宣布将会停飞香港飞日本、美、祖加德岛的定期航班。公司新闻，沈乐培编译。